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创世纪24章第1节到27节，约翰2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理与仁爱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应许必然实现。三峡教会在建堂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见证。我们经历了11次这样大面积的灌浆，第9次呢，在灌浆的当天一早就出大太阳了。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我们也会迟疑然后，但是呢，当天下午却下了一阵雨。在下雨之后，灌浆收工，天空就出现了双彩虹。正如当时候上帝给挪亚的应许一样，上帝透过天气告诉了我们，他的应许是信实的，是真理与仁慈的。他是这样的上帝。上帝的信实表现在许许多多的时刻和事件。创世纪24章第1节到27节记载了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太太的一个情形了。圣经这样说道：这时亚伯拉罕已经老迈，他一生所做的事都蒙上帝的赐福。他对管理他家产年纪最大的仆人说：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双腿之间发誓，我要你指着上帝天地的上帝来发誓，你不可在迦南的女子当中替我找媳妇，你一定要回到我的故乡，在我亲族当中替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但是那仆人说，女孩子若不愿意离开本家跟我到这地方怎么办呢？我该带你的儿子回故乡去吗？亚伯拉罕回答，绝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那地方。上主天上的上帝带我离开故乡，我亲族的地方，他对我发誓要把这片土地赐给我的后代。他一定会派遣他的使者先去预备，使你能够在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。那女子若不愿意跟你来，这个誓言就与你无关，但是你绝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那个地方。于是那仆人就把手放在主人亚伯拉罕的双腿之间发誓，要照亚伯拉罕所交代的去做。那仆人从主人的骆驼当中选了石头，带了他主人的各样财宝，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拿鹤居住的城去。他到了那地方，使骆驼跪在城外的井边。那时已经黄昏，这是妇女出来打水的时间。他祈祷说：上主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今天让我有好机会，求你持守你对我主人的诺言。我现在站在井边，城里的少女都会来这里打水。我要向他们当中一位说：请你放下水罐给我喝水。如果他说请喝，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。我希望这少女就是你为你的仆人以撒所选择的妻子，这样我就知道你持守你对我主人的诺言。他还没有祷告完，利百加已经到了井边，肩上扛着水罐。她是比土利的女儿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弟弟拿鹤和他的妻子密迦的儿子。利百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还是处女，没有人亲近过她。她下到井边，把水罐装满了水就上来。
那仆人跑去见他，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一点水喝。”他说：“先生，请喝吧。”就赶快把肩上的水罐放下来，托在手上给那仆人喝。那仆人一喝完，利百加就说：“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，让他们喝足。”他赶紧把罐里的水倒进了水槽，再跑到井边，这样他让所有的骆驼都喝足了。那人默默地注视着他，要知道上主是不是要他完成使命。骆驼一喝完，那人就拿出一个贵重的金环，穿在那少女的鼻子上，又拿了一对金手镯，戴在她的双臂上。那人问：“请告诉我，你的父亲是谁？你父亲家里有地方让我们过夜吗？”他回答：“我父亲是拿鹤和密迦的儿子比土利。我们家里有很多草料，也有让你们住宿的地方。”于是那人就跪下来敬拜上帝。他说：“赞美上主，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他信守对我主人的诺言，他把我直接带到我主人亲族的家里了。”约翰写信给初代教会的信徒，提到了上帝的特质，他就是真理与仁爱。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这样说道：“我是长老，我写信给你蒙拣选的夫人，也给你的儿女。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。我不但爱你们，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，因为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并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愿父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、怜悯、平安给我们，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从天父命令、生活在真理中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夫人，我请求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我向你提的并不是一条新的诫命，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的了。我说的爱就是我们必须遵从上帝的命令。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。许多骗子已经在世上到处活动，他们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事实。这样的人是骗子，是敌对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才不至于失掉你们所成就的，而是能够得到全部的奖赏。要是有人不持守基督的教训，反而偏离了，就是眼中没有上帝。那持守教训的就得着了圣父和圣子。要是有人得到你们那里去，不是传授这个教训，就不要接待他们到你们家去，也不要向他问安，因为向他问安等于在坏事堂与他同流合污。我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说，但是我不想借着笔墨传达，我希望亲自到探望你们，跟你们当面倾谈，好让我们喜乐满意。你那蒙拣选的姐妹，她们的儿女向你们请安。诗篇81篇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上帝的信实拯救了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上帝的仁慈，以爱来彼此相待，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